日本嘅東洋武術咧就係叫做 Shootboxing 綜合搏擊嘅興趣班啦，或者啲減肥課程嘅。咁你見佢唔單止隻手喐緊嘅喎，條腰啊同埋隻腳都喐緊嘅，咁啊成個身一齊用力啊，咁啊達到個減肥嘅效果啦。咁啊慢慢再加啲閃避動作啊，令到佢咧用到多啲肌肉參與，咁啊令到佢個減肥效果咧就更加強烈啦。咁你見到個速度同埋力度咧，同啱啱減肥班嘅有少少唔同啊。咁呢個咧就模擬啲實戰多少少啦，咁就會去打一個人啊，幾時會去進攻啊，幾時防守啊，亦都有啲閃避動作去模擬翻一個真實嘅對練咯。高踢、腰踢同埋低掃嘅，咁咧踢腳咧可以踢左右，撐腳咧都可以防止對手咧係可以進攻嘅，嚟到又可以唔俾佢攻擊到嘅。我哋見到佢頂膝嘅時候，都會攞兩隻手去扣住佢個頭啦，咁就去達到一個糾纏嘅動作啦。Shootboxing 綜合搏擊入邊咧，除咗拳腳嘅擊打之外咧，我仲有啲站立式嘅鎖技啦，同埋摔技咧。首先要保護到自己嗰個氣道啦，同埋頸動脈。我哋咧第一個動作咧就係要將個頭咧擰歪少少，然之後耷低，將個下巴咧黐翻住呢條頸。咁樣你就安全可以唞到氣先。咁你當你唞到氣嘅時候啦，你就可以做好多嘅反擊啦，或者做一個保護自己嘅動作。有兩個動作要注意嘅。第一咧，落地嘅時候咧，一跌落地下嘅時候咧，個後腦咧係唔可以掂地下嘅，因為有好多意外咧都係你跌落地下嘅時候，個後腦掂到落個地下嘅時候咧，然之後腦震盪咧就會令到你受傷，或者有機會死亡嘅。咁第二個動作咧就係咧落嘅時候咧，千祈唔好用隻手撳地下。如果你跌落地下嘅手撳佢地下咧，呢個動作你要記住啦。跌落地下嘅時候係會有你身體嘅重量7倍嘅力量喺你隻手傳遞落去。假設你係有100磅啦，咁你唔小心咁跌落地下，隻手叉地下個動作咧，咁啊有機會700磅直接落隻手度嘅。咁你就有機會係點咧？小隻係扭親啦，之後甩臼啦，或者係斷骨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呢個 Shootboxing 嘅綜合搏擊入邊咧，我哋呢個摔達嘅時候咧，一定會有一個後跌落地去保護翻自己。落地嘅時候咧，背脊掂地下，然之後咧手拍隻卸力落地。眼咧要望翻住自己嘅肚臍嘅位置，頭咧係一定唔可以掂落地下嘅。我係佢爸爸嚟嘅 ，Hello。爭唔爭？咁你落地聽到個響聲好似好大啦，咁但係我哋學識咗一個卸力嘅動作嘅時候咧，咁你落地嘅時候咧，其實好安全咧，同埋好舒服嘅。咁如果大家有啲親子班嘅課程咧，咁又可以咧同個仔同個女咧就上堂嘅時候一齊學一齊玩咧，咁咧就可以增進呢個家庭和諧啦，知唔知道啊？就係咁簡單啦，多謝大家。咁今日咧我哋嗰個綜合搏擊嘅 Shootboxing嘅表演同埋分享咧就係咁多啦。如果想睇我哋嘅課程或者係諮詢啲課程咧，就可以撳呢個 QR code。多謝大家，歡迎晒。